太陽國際體育會喺聖誕節之後嘅週末喺元朗屏山舉行咗青年軍授旗禮同埋聖誕聯歡活動。除咗7支青年軍球隊嘅球員啦，同埋家長有出席之外太陽國際體育會主席鄭丁港先生同埋副主席楊素梅女士、榮譽主席黃柏高先生就係今次活動嘅主禮嘉賓。另外就係當然唔少得太陽國際體育會總監陳志康 Carl Sir。今次嘅活動更加係邀請咗前香港單車代表何少麟同埋香港拳王曹星如為特別嘉賓噃。而太陽飛馬一班球員就係座上客。喺授旗禮入面Carl Sir 首先致辭，並且代表太陽國際體育會歡迎嚟臨嘅嘉賓。之後就輪到青訓主任焦 Sir 焦兆強致辭啦。佢感謝太陽國際體育會嘅支持，投放咗大量嘅資源喺青訓入面。作為前香港單車代表，何少麟豐富嘅運動員經驗對於一眾嘅青年軍當然就係獲益良多啦。而連勝11場嘅香港拳王曹星如就喺百忙之中抽出寶貴嘅時間，分享佢運動員嘅心得。兩位專業運動員分享心得之後授旗禮就正式開始啦。各個組別嘅教練同埋球員代表就上台接受Carl Sir 同埋焦 Sir 頒授嘅旗幟之後，代表新一年太陽國際體育會青訓計劃正式啟動。而焦 Sir 就從 Carl Sir 嘅手中接過印有太陽國際體育會會徽嘅旗幟，象徵帶領各個級別教練嘅重責啦。授旗禮尾段嘅部分就係致送紀念品。主席鄭丁港先生就將2件甲組球員親筆簽名嘅太陽飛馬球衣送俾曹星如同埋何少麟。之後就嚟一幅大合照，授旗禮亦都順利完成。授旗禮之後聖誕聯歡會就正式開始，成300人一齊 BBQ， 場面非常熱鬧。而喺燒烤場入面嘅其他設施亦都係免費開放，大家食嘢之餘仲可以玩個痛快。今日就係我哋太陽國際體育會青年軍授旗禮。咁其實授旗禮係我哋今日活動嘅一部分。咁我哋仲有一個聖誕聯歡啦，就係成班一齊嚟到燒嘢食嘅。Carl Sir 今日你都係我哋嘅主禮嘉賓之一啦。其實今日見到咁多青年軍球員啦，有球迷家長有我哋運動員嘉賓自己個感受係點啊？即係好開心，大家好積極，即係參與今日嗰個活動。其實我覺得好難得嘅，即係由青訓7個組別、甲組自己嘅屋企人，即係我哋球會嘅高層都可以大家融合喺呢個活動裡面。除咗授旗係有一個好大型嘅燒烤，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咁其實係一個聚會嚟，我覺得即係好有意義，就覺得喺足球嗰方面或者運動嗰方面係有好大嘅感染力，係可以令到大家好正面、好開心去玩呢件事啊！不如講下授旗啊！其實即係將嗰一面嘅錦旗，我哋就交咗俾青年軍嘅教練啦，同埋一啲球員嘅代表啦。其實呢支旗嗰個意義係代表啲乜嘢呢？哇！非常之大，佢哋嘅責任，即係一接咗呢一支旗，就代表佢要喺呢個組別裡面做到最好啦。佢哋個態度亦都要做到最好啦，即係亦都要聽教練嘅指示，去希望喺呢個組別攞好嘅成績啦。咁其實唔係我哋單方面淨係話要個成績嘅，即係佢哋出嚟嗰個態度啊，佢哋嗰個行為、佢嘅紀律，其實我哋都要求好高。咁即係話接咗呢支旗之後，佢哋係有一個責任，除咗要自己做得好呢，都要令到成個組別或者其他嘅組別都要做得咁好啦。嚟緊啦，新年啦，不如都同我哋啲球迷啦講下，即係新年其實自己有啲乜嘢願望啊？其實講嚟講去好似又係講幾句咁，但係又好重要，即係我覺得首先新年進步啦，咁樣樣嘢我覺得大家無論睇波好，你自己工作好，都係要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咁樣過啦。最重要就係繼續支持我哋本地足球，未支持嘅呢，就快啲要支持，希望你哋繼續支持我哋啊！唔該，Carl Sir。唔該。